大家好，歡迎光臨 Solo Talk。各位觀眾，係咪有件好重要嘅事喺個心入面？就係關於1月1號，我哋可以點樣支持姜濤？決定去澳門睇 show，並準備好入叱咤投我最喜愛歌曲。網上見到仲有姜糖心大心細未揀定啊！其實大家個出發點都好簡單純粹，就係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撐我哋最想支持嘅嗰個人。所以話，無論你點揀，你嘅心意本身就已經係一份好珍貴嘅禮物。不如就等我哋一齊睇下呢份心意可以點樣變成推動佢嘅雙倍力量啊！如果你最後決定去澳門睇 show，咁你帶去嘅就係一份獨一無二嘅現場力量。當陶陶企喺台上，望到為佢而亮嘅燈牌，聽到你哋嗌破喉嚨嘅支持聲，嗰種即時嘅互動同能量，係隔住個 mon 點都感受唔到嘅。呢種面對面嘅支持，就好似直接同佢打氣充電，等佢知道，佢每一個落力演出嘅瞬間，都有支持者喺現場同佢一齊經歷。呢份咁有溫度嘅禮物，對住表演者嚟講，真係冇得頂㗎。如果你選擇去叱咤現場為佢投下神聖一票，咁你送上嘅就係一份幫佢儲落嚟嘅未來底氣。喺樂壇入面，一個歌手嘅成績單靚唔靚，真係好影響佢之後可以有咩機會㗎。每多一個獎項，都係一個實實在在嘅證明，會寫入佢嘅履歷入面，跟足成世。對佢將來想試唔同音樂，玩更大製作嘅時候，呢啲記錄就會係最硬淨、最有說服力嘅底氣同信心來源。當然，最純粹嘅心態就係投票俾我自己最中意嘅歌曲，簡單直接。所以話，選擇去澳門就係為咗在場支持佢呢一刻嘅舞台夢。選擇去叱咤投票就係為咗用我哋神聖一票，為佢爭取一個重要機會，等佢日後嘅音樂路可以行得更穩更有力。其實兩樣都係為同一個目標，只係方式唔同。好啦，好，第二，好，會，咦，好似嗰啲塔羅牌咁樣喎，黃黃藍藍咁樣。唔係，但係呢個天氣係咪可能都要適合一杯特飲？即係可能係好適合夏天飲嘅飲品呢？咁睇一睇。On a sunny day， 姜濤第一首入圍嘅就係呢一首歌啦。恭喜晒！好啦，好，第二，好。小編明白大家嘅選擇背後都有原因。有人真係好想睇舞台姜表演，有人認為一個亮眼嘅履歷對佢將來好重要，亦有人會擔心紀錄會令佢壓力山大。其實每個選擇都冇絕對嘅對錯，最緊要互相包容尊重，和而不同，用自己覺得最有力嘅方式去撐姜濤。無論你1月1號喺澳門定喺投票站，你份心意都一樣有份量，最終都係為咗同一個目標，撐住姜濤。